謝賢離世後的第3天，香港殯儀館外擠滿了人，閃光燈密集得像一場不會停的雨，長槍短炮對準每一個進出的大門。記者們試圖在送別的人群中捕捉可供書寫的畫面。謝霆鋒穿着黑色西裝，戴着墨鏡，在保鏢的簇擁下快步穿過人群，沒有接受任何提問，也沒有在門口停留。王菲沒有現身，張柏芝也沒有出現在靈堂外的鏡頭裡，她只是把社交賬號的頭像換成了一片純黑，沒有配文，沒有表態，用最安靜的方式完成了告別。而真正讓全網安靜下來的是 Lucas 在靈堂外被圍堵時說的一句話。當時他穿着一身黑色素服，剛從裡面走出來，低着頭想快步離開。記者們衝上去，話筒幾乎要墜到他臉上。你悔恨你爸爸嗎？謝賢最後說了什麼？他停了一下，抬眼看了看鏡頭，沒有憤怒，沒有委屈，只是很平靜地說了一句：我媽說過，人這一輩子不要恨任何人。說完，他側身繞開話筒，大步走向等候的車輛，沒有回頭。那個畫面被拍了下來，在網絡上被反覆播放。評論區在那一刻罕見地安靜了幾秒，然後開始衝入大量的留言，但留言的方向不是指責，不是讚罪，而是同一種感嘆：這個孩子被教得太好了。那條視頻在被上傳後，播放量在短時間內迅速增長，評論區的留言數量也隨之增加。有人在看到那條視頻後，翻出了 Lucas 在更早時期的另一段採訪記錄。在那段記錄中， Lucas 被問到你媽媽最常對你說的話是什麼，他的回答是：他說做你自己就好。當時這段記錄沒有被特別關注，他只是作為一段普通的採訪素材存在於存檔中。但在這段新的畫面被傳播後，那段採訪記錄被重新翻了出來，與靈堂外的那句話並排放置。他們之間的距離不需要通過任何解釋來連接，因為他們在方向上已經對齊。張柏芝沒有在那幾天出現在任何採訪中，沒有發長文，沒有解釋他教了孩子什麼，沒有因為 Lucas 那句話被全網討論而需要回應。他只是在那段時間裡繼續完成他該做的事，接送孩子，處理日常，在需要的時候出現，在不需要的時候沉默。他在多年前的一段採訪中說過：我從來未有因為成績打罵過他們，我對他們很溫柔。他提到自己小時候成績也不好，但父親佢找出他做得好的那一面單獨誇他，那種被看見的感覺對他影響很深。所以他當媽之後，決心不用讓孩子害怕的方式來教育他們。他在接受採訪時說這些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常，像是在描述一件不需要被特別標記的事。而如今 Lucas 在鏡頭前的那句話，恰好印證了他在那些年裡反覆示範的那件事：不需要用恨來回應傷害，也不需要因為被傷害過就失去對愛的理解。他用了10幾年的時間來完成那個示範，然後由 Lucas 在人群中用一句話完成了他的全部功能。那句話在被說出口的時候，像一段已經被播放完畢的錄音帶，不需要再被重新打開來檢查它是否仍然保持穩定，因為他在完成它的時候已經確認過它的位置，不需要再被調整。有人說 Lucas 是替媽媽說話的，但這句話其實不需要替他說，因為他在場時也是用同一種方式回應質疑的。他在面對過去的追問時，沒有說我恨誰或誰對不起我，而是選擇用不想了或過去了來列出對話。他在面對那些曾經被放大的事件時，選擇不說話，但他的方式就是 Lucas 那句話的來源。他不是通過言語教誨他的，而是通過他自己在面對風雨時的處理方式，讓孩子學會了怎麼用不傷害他人的方式回應世界的鋒利。張柏芝不刻意扮演完美慈母，也不把自己包裝成單親媽媽的苦情範本，他只是用行動完成了示範，然後讓孩子在需要的時候自己做出了回應。他對孩子的教育不是靠反覆叮囑來完成的，而是靠他在10幾年間處理每一件事的方式。他如何回應問題，如何在沉默中保持體面，
如何把精力花在值得的地方，這些細節堆在一起，構成了一個不需要用語言總結的坐標。Lucas 在靈堂外那句話之所以能做到不偏不倚、不卑不亢，是因為他從小看到的就是這樣的示範。他不需要母親告訴他不要恨任何人，因為他已經看到他是如何對待那些可能該恨的人的。謝賢離世前的那段時間裡，Lucas 暫停了在海外的學業，專程飛回香港陪伴老人走完最後一程。這不是媒體編造的故事，因為他出現在醫院門口的畫面被拍到過。他在那些天裡沒有接受過採訪，沒有發過動態，只是在那段時間裡出現在該出現的位置上，完成了他該完成的事。謝賢生前曾公開誇過張柏芝把信紙教得好，說這是他最滿意的事。老爺子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常，不是配合媒體的場面話，因為他說這話的時候甚至不是在接受採訪，而是在一個私人場合順口提到的。他不需要通過這番話嚟完成雜麼公關目的，因為他說的只是他觀察到的事實。兩個信子沒有因為父母離異而長歪，沒有因為家庭裂構的變化而失去對人的信任和善意。他們能用溫和的方式對待那些本該令人憤怒的事，這種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是有人在10幾年裡為他們鋪好了一條不需要用恨來支撐自己的路。老爺子說這話時的語氣與他平時評價其他事物時一致，沒有因為涉及教育而需要調整他的語速或加重某些詞的發音，也沒有因為他提到的是張柏芝而需要調整他在提到他時的措辭。Lucas 在葬禮上的表現讓很多人重新審視了格局這個詞的含義。他站在鏡頭前，面對那些試圖從他嘴裡挖出爆料的問題，沒有憤怒，沒有迴避，沒有用任何可以被解讀為不滿或委屈的方式回應。他只是說了一句關於媽媽的話，然後離開了那個位置。那句話不是在控訴誰，不是在替誰站隊，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他教過我，不要恨任何人。他在機場送別母親時的動作被拍到後，同樣引發了許多討論。他把媽媽手裡的行李一件件接過去，把它們放在自己肩上，走在前面開路，在過安檢前轉身抱了她一下。那些畫面沒有語言，但他們構成了與靈堂外那句話相同的信號。這個孩子不是在表演懂事，他只是在重複他已經做了很多次的動作。那些動作不需要被解釋，也不需要被誇讚，因為他們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已經被執行了足夠多次，不需要通過被記錄嚟確認其存在的頻率。他接過行李時沒有低頭查看物品的數量，也沒有確認背包的拉鏈是否已經拉好，因為他已經做過很多次這個動作，不需要再檢查他的步驟是否完整。張柏芝在這件事發生的過程中，沒有對 Lucas 那句話做出任何回應。他沒有轉發那條視頻，沒有點讚任何評論，沒有通過工作室發布任何說明。他在那些天裡只是繼續做他正在做的事，沒有因為那段話被全網討論而需要調整自己的狀態，也沒有因為那段話被稱讚而需要回應那些稱讚。他不需要通過確認那句話嚟確認他的正確性，因為那句話在他不在場的時候被說出來的時候，已經完成了他的功能，不是表達他的立場，而是表達他已經學會了他的處理方式。他不需要為他添加額外的說明，也不需要因為他被傳播而需要校準他在公共空間中的位置，因為他在被說出口時已經處於正確的坐標上，不需要被移動來的應任何方向。他在那些天裡完成的動作都沒有被記錄，不被看到，因為那些動作本身不需要被看到就能完成他們的功能。他在需要完成他們的時候完成了他們，然後繼續他的日常，沒有因為那些動作不需要被看到而省略他們，也沒有因為那些動作不需要被記錄而縮短完成他們的時間。Lucas 在靈堂外說的那句話，後來被很多人引用。有人把它用作標題，有人把它抄錄在評論區，有人用它來總列對那段時間的感受。它被反覆轉述，但每次被引用時都保持了它被說出時的長度和句式，沒有被縮短或擴展。
不需要調整，因為他已經在被說出口時完成了全部的表述，不需要通過增加或刪除任何部分來擇應不同的使用場景。那句話在完成它的功能之後，也完成了它在公共空間中的移動，不再需要被重新定位，因為它已經在被說出時確認過自己不需要再被移動。當它被說完之後，它已經完成了它在那個空間中的功能，而接收它的人也已經完成了對它的接收，不需要再被重複發送來確認它的完整性。它在被說出時已經完整，它的接收者已經接收到了它的全部信息，不需要再被重複發送來確認它是否仍然完整，因為它在第一次發送時已經被完整地送達，並且在送達後已經被確認過其完整性，不再需要被重複發送來確認它是否仍然保持完整。它已經在第一次發送時完成了全部的傳輸，並且已經確認過其內容在傳輸過程中未有丟失或損配，不需要再被重新發送嚟確認其完整性，因為它在第一次發送時已經被完整地送達，並且已經被確認過其完整狀態。謝霆鋒在聽到那句話的時候，有人注意到他的肩膀有一個輕微的顫動，那個動作持續的時間很短，短到如果鏡頭未有恰好對準他的側面，幾乎不會被捕捉到。他沒有說話，沒有做出任何可以被解讀為回應的動作，只是站在那裡，然後繼續向前走，沒有因為那個顫動而需要調整他的步伐節奏，也沒有因為他的出現而需要確認自己是否需要停下。他在那之後沒有對那句話做出任何公開回應，沒有在採訪中提及 Lucas 在靈堂外的發言，沒有因為那句話被全網討論而需要調整他的狀態。他在那些天裡沒有調整他的行程，沒有取消任何已經確定的事項，也沒有因為需要回應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情而增加任何額外的事項。像柏茲在葬禮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被問到關於教育孩子的問題時，他的回答保持着與他之前回答時相似的句式。他在2023年的一次採訪中，被問到你覺得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什麼？他的回答是，讓他知道他可以成為他自己。他在使用成為他自己時，沒有因為他與謝霆鋒之間的關係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他在回答中確認了他的方式，然後列出了對話，沒有因為他可能被追問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句式。他在2024年的另一次採訪中，被問到你覺得自己對孩子的教育成功嗎？他的回答是，我不定義成功，我在參與他們的成長。他在回答中使用了參與來複合他與孩子之間的關係，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評價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他的回答不因為他與謝霆鋒之間的關係而需要調整，也不因為外界對 Lucas 的評價而需要改變他的內容。Lucas 在返回學校後，沒有因為那段發言被廣泛討論而改變他在學校中的行為方式。他沒有因為被更多人注意到而調整他的日常節奏，沒有因為需要回應那些討論而增加或減少他的公開露面。他在那些日子裡完成了他的課程安排，在課間與同學交談，在圖書館完成了他的閱讀任務。他在那段時間內沒有因為那段發言的傳播而需要調整他與其他人的對話，也沒有因為需要確認那段發言的效果而搜索任何相關的討論。他在那段時間內沒有做過這些動作，因為他在完成那段發言後已經確認過他已經被正確接收，因此不會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需要調整他的位置或內容。他在完成那段發言後，他已經完成了他的功能，不需要再被打開來檢查他是否仍然保持完整，也不需要被重新定位來的應後續的變化，因為他已經完成了他的功能，並且已經被確認過其狀態正確，不會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需要調整他的位置。謝霆鋒在2024年的一次採訪中，被問到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怎麼樣的父親時，他在回答中使用了與他在之前回答中相似的句式。他說，我在成為一個父親的過程中。他在使用在成為的過程中時，
沒有因為它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它的長度，也沒有因為它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它在回答中的位置。他在回答中確認了他與孩子之間的關係狀態，沒有因為他與像柏茲的存在相關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使用的句式。他在回答中不評價自己，不評價他人，只是確認了他的狀態。他在回答中使用了在成為的過程中來複合他的位置，然後列出了回答，沒有因為他可能被追問而需要預留後續的回應空間。他在回答中已經確認了他的位置，不需要在之後的時間裏因為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情而需要調整他，也不需要因為 Lucas 在靈堂外說的話而需要重新檢查他的位置是否與那段話對齊，因為他在回答中已經確認過了，且那個確認不需要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被重新評估，因為他已經被確認過了，不需要第二次確認，因為他在第一次確認時已經被確認為正確的位置，並且不會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需要被調整，因此他在確認後不需要再次被打開來檢查他是否仍然正確，因為他在第一次確認時已經被確認為正確的，並且不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需要被重新確認。他在回答中已經確認了他的位置，然後列出了對話，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回應而需要增加說明來擴展他的範圍，也沒有因為他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態度而需要調整他在回答中的位置。他的回答在完成時已經包含了確認與收束，不需要進一步說明，因為他在回答中已經確認了他的位置，並且不需要在之後的時間裏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需要重新檢查他是否仍然正確，因為他在第一次確認時已經被確認為正確的位置，並且不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需要被重新確認，因此他在確認後不需要再次被打開來檢查他是否仍然正確，因為他在第一次確認時已經被確認為正確的，並且不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需要被重新確認。